来看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保险公司的报案，讲有理赔案件可能有保护是假失灵真诈保的情形哦。调查一档嘛已经有相关的证据，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的时，嘛伫台南、高雄来进行搜查，计共是查到13个嫌犯，嘛已经拢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咯。 涉嫌诈领保险金的13个人，全部拢予警察押去侦办。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当晚前接到一间保险公司报案，讲有投保人申请失灵保险理赔，不过哪像真侪人是假领失灵来诈领保险金。经过一档的军总监控收集证据了后，今年7月到8月查到姓康甲姓李的主嫌等13个嫌犯。接获保险公司报案，疑似有保护假失能真诈保。 经我们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，查获康姓、李姓夫妻档保险黄牛，还有保险业务人员以及10名的诈保户，总共有13人到案。姓李的主嫌甲伊的翁婿因为熟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，都利用保险代办的方式，让想要诈领保险金的人会当顺利投保。 在这过程当中，嫌犯毋但会陪投保人去病院急诊检查，佮会教投保人去互医生看的时阵，要假做半睡，话讲袂好势，或者是聊天套，来骗医生开诊断证明书，成功申请失灵理赔了后，嫌犯会佮抽2成到3成的钱来做家己的社金。109年到达，已经诈领759万块的保险理赔金。我们搜证也发现了这些诈保户平常都能够正常的走路、骑机车。 甚至还有跑步追公车的状况，显然是没有失能的情形。等到诈保户取得了诊断的证明之后，成功申请失能的理赔，主嫌就会抽取每件理赔金2成至3成。初步调查，目前并无发现有医生协助诈领保险金。那涉案的13个人，全部拢依照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，交予检方继续调查。记者文正雄，台南高雄报道。